就哭着给小杰打电话，然后他就真的很冷静，那个时候就很冷静的跟我说，就是应该有碰过小孩受伤或生病的时候吧？你们都是怎么样？因为总不能一直哭吧？对，你们都是怎么样度过那个时光啊？有一次我女儿发烧，我女儿以前是一回到日本就感冒。就是超级严重的感冒，而且是什么39度4快40度那种的。然后我女儿真的是凶巴巴的个性。伤到谁？伤到谁？应该是我。应该是我。对，然后就是帮她打点滴，她会把点滴拔掉。哇，那很对，然后要打点滴，要4个护士要压住她，然后就一直尖叫妈妈妈妈妈妈。然后那个时候小杰在台湾，我一个人回日本就是工作，然后我要去看妈妈，我妈妈年纪也比较大，然后她也想孙女，所以就是一起带回家，就感冒发烧没办法就带去医院嘛，然后打点滴就自己拔掉那一种的，然后护士说妈妈不要在里面。因为他做给你看。对，然后就是我就说好了，不要打，不要打。很多妈妈是这样，然后我就外面哭，那就觉得好可怜，这么小，对，就是这么小的身体，然后我也很讨厌打针，对，然后又被压到，一定很可怕什么的，我就哭着给小杰打电话，然后他就真的很冷静，那个时候就很冷静的跟我说，就是那如果是好，那你现在。如果是选择不打的话，可能会更严重。就让他就是忍一下，他会马上就变好啊什么的，就是真的很冷静的帮我分析吧，就不会。所以你是需要有人这样子用分析的方法陪伴。对。我觉得能够跟爱哭的女生好好的走下去，也是一种学问啊。我觉得他真的，怎么说？他是我老公，但是他如果是就是看，就是用第三者的眼光看的时候，他是真的蛮有趣的一个人。我觉得，就是怎么样有趣？就是分析东西的时候，觉得很厉害，就是完全是跟我不一样的角色看事情。怪不得他会称你为思考家，因为他自己应该也是个思考家。搞不好是。对，这就是我说看的时候觉得说，哇，你好像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伙伴，可以一起生活的。对，因为他懂你的这个好，然后两个人观点不同，可是却是好像彼此的小老师，然后又是伙伴这样子。有的时候变成朋友姐妹套，一起吃甜点啊、咖啡啊什么的聊一聊，算是功能性很强的老公。对，真的有点像 iPhone 的感觉。评价好高哦，iPhone 多方便啊，智慧型手机啊。